Hello，大家好，我係 Shelly。得知到香港鴻福苑大火已經有156人嘅死亡，呢件事件對於我哋大家嚟講都係一個非常之傷痛以及沉重嘅打擊。我相信今年對於大家嚟講，由先前嘅於朦朧嘅事件，包括香港今次嘅5級大火所造成嘅社會傷害，對於好多人嚟講，都係好難磨滅嘅一啲嘅傷痛。請原諒我今日用廣東話去錄製整條視頻，因為對於我哋嚟講，我哋身處響澳門，香港就好似我哋嘅兄弟姊妹一樣。我哋澳門人對於香港人有種難以形容嘅親切感，所以希望容許我今日用廣東話嚟錄製呢一條視頻。今日我希望去帶領大家去做一啲創傷後嘅療癒以及冥想，希望幫助咁多人可以在傷痛入邊走出嚟。咁響開始之前，首先我有幾個想提一提大家嘅。如果你係因為呢一次事件或者近日嚟所連串發生嘅一啲悲痛嘅事件而沉浸響傷痛入邊嘅話，首先我希望你去 take care 自己先，去先照顧好自己，因為只有當我哋每一個人可以 take care 到自己嘅時候，我哋先至有咁大嘅力量去照顧到咁多嘅人，去 take care 身邊嘅咁多嘅人。但如果我哋每一個人連自己都未有辦法去照顧好嘅話，咁首要嘅功課係我哋先 take care 自己。而第二樣就係因為近日我發現有太多嘅資訊啦，無論係之前關注於朦朧嘅事件又好，定又話係今次嘅香港5級火災又好，網絡上充斥住好多好多嘅新聞報導。如果你自己係比較敏感嘅一個朋友啦，而你睇咗呢啲嘅新聞，會好容易跌咗落去負面嘅一啲嘅情緒，冇辦法去處理好自己嘅時候，我都係建議你嘗試放低你嘅手機，去先遠離呢啲所有嘅負面嘅新聞，先俾自己一啲嘅空間去喘息嘅機會，去調整好自己先。呢一樣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嘅，好嗎？而第三樣就係事情已經發生咗，雖然我哋經常都話喺每一次嘅災難或者每一次嘅痛楚入邊，我哋都可以去 learning 到一啲嘅嘢，但係好多嘅傷痛都需要花時間去撫平，所以俾自己一啲嘅空間，同埋俾自己一啲嘅時間。如果你依然覺得非常之傷痛，未有辦法去放低呢啲所有嘅傷痛嘅時候，先嘗試去接納自己，仲未有辦法，甚至乎自己脆弱嘅一面，嘗試先接納自己呢一個部分，容許自己有脆弱嘅部分，而唔係勉強自己去認為自己我可以接受。先容許接納自己未有辦法去接受呢一啲嘅傷痛，因為呢一個過程係非常之重要。當我哋真正能夠容許自己軟弱，容許自己傷痛，我哋先至可以有喘息嘅時間，
然之後先至可以容許自己慢慢咁樣走出嚟。所以去接納自己呢一個部分先，去容許自己有呢一種嘅傷痛先，去睇到自我內在嘅呢啲嘅傷痛帶俾自己嘅一啲悲痛嘅感覺，甚至好好咁樣先安撫自己呢一個部分。而第四個部分係接落嚟，我想帶領大家去做一啲嘅放鬆以及療癒嘅冥想，甚至乎去祝福大家，祝福在呢一次災難入邊所有嘅遇難者，包括所有嘅家屬，以及所有嘅香港人，為佢哋送上最大嘅祝福。咁如果當你準備好嘅話，你可以嘗試畀自己少少時間，讓自己嘅心慢慢咁樣，慢慢咁樣孤單落嚟。可以嘅話，去揾一個舒適嘅位置，又或者安靜、寧靜嘅位置坐下，容許自己畀自己少少嘅時間，畀自己少少嘅時間，少少獨處嘅時間，同自己嘅心喺一齊。接落嚟，請你深深咁樣吸一口氣，再呼，將所有嘅負面嘅情緒、壓力，隨住每一下嘅呼氣，慢慢咁樣排出於你嘅體外。我哋再嚟深深咁樣吸一口氣，再呼，將所有嘅思緒、情緒、壓力，隨住每一下嘅呼氣，慢慢咁樣排出於你嘅體外。我哋再嚟深深咁樣吸一口氣，再呼，感受一下自己變得越嚟越放鬆，越嚟越自在。去體驗一下，我哋再嚟深深咁飲吸一口氣，然後 hold 住4秒，1、2、3、4，呼。將所有嘅灰色嘅煙霧，隨住每一下嘅呼氣，慢慢咁樣排出於你嘅體外。我哋再嚟深深咁樣吸一口氣，再 hold 住4秒，1、2、3、4，再深深咁樣呼氣。
將所有嘅情緒、悲傷、痛楚，隨住每一刻嘅呼氣，慢慢咁樣排出於你嘅體外。我哋再嚟多次，深深咁樣吸氣，再 hold 住4秒，1、2、3、4，呼，容許自己慢慢咁樣變得越嚟越柔和，放鬆，自在。去感受一下自己整個嘅身體。接落嚟，請你將你嘅注意力慢慢咁樣開始放喺你嘅心輪嘅位置，去體驗並且感受一下心輪所帶畀你嘅感受係點嘅呢？佢會有啲乜嘢嘅情緒？係悲傷、壓抑、恐懼、無助，定抑或係愧疚？去感受一下，容許自己畀自己少少嘅時間，去同自己嘅心喺一齊，容許自己所有嘅情緒，所有積累已久嘅情緒，又或者悲傷，慢慢咁樣浮現，畀自己少少嘅時間，嘗試同自己嘅傷痛、過往嘅傷害，又或者恐懼喺一齊，嘗試去睇到佢哋，畀自己少少時間，接落嚟問問自己，我能唔能夠放低呢啲所有嘅悲傷、痛楚、無助、恐懼，我能唔能夠放低呢啲所有嘅情緒？問問自己。我哋再嚟深深咁樣吸口氣，再呼，問問自己，我願唔願意放低呢啲所有嘅傷痛、悲傷以及無助？我願意放低佢哋嗎？
畀自己少少時間，問問自己，深深咁樣吸入氣，再呼。我願意讓呢啲所有嘅悲痛、無助，又或者恐懼，慢慢咁樣遠離我嗎？我願意放低佢哋嗎？深深咁樣吸入氣，再呼。我願意接納呢一個無助嘅自己嗎？問問自己，我願意接納呢一個唔完整嘅自己嗎？深深咁樣吸入氣，再呼。我願意愛呢個完整嘅自己嗎？我願意畀一個大大嘅擁抱自己嗎？問問自己，我願意好好咁樣 take care 下自己嗎？嘗試感受一下自己被愛所包圍，被愛所包圍嘅自己。接落嚟，請你想象喺你嘅頭頂有一處閃閃發光嘅療癒之光，慢慢咁樣照耀住你整個嘅頭部，並且慢慢咁樣延伸去到你身體嘅每一處嘅細胞，點亮你身體內在每一個嘅細胞，讓呢一道療癒之光慢慢咁樣療癒你自己，以及你嘅心靈，讓光與愛照耀住你整個嘅身體，再深深咁樣吸入氣，再呼，感受整道嘅療癒之光，充滿住整個嘅身體，讓佢淨化你每一個嘅細胞，以及你嘅心靈，讓愛以及慈悲照耀住自己，並且感受到呢一份嘅愛，以及呢一份嘅溫暖。
並且想象喺你嘅正前方，想象一下整個嘅香港，喺佢嘅正上方出現咗呢一道嘅療癒之光，開始照耀整個嘅香港。並且去感受一下，讓呢一道嘅療癒之光包圍住所有嘅遇難者，讓佢哋都得以療癒、淨化，並且送上最大嘅祝福，讓佢哋得以安息。讓所有嘅愛以及慈悲包圍住佢哋，讓佢哋得以早日安息，並且將呢一份愛以及療癒之光，慢慢咁樣延伸去到佢哋嘅家屬，每一個嘅家庭，讓所有遇難者嘅家屬都得以療癒，並且送上你最大嘅祝福以及愛。願佢哋都可以早入向呢一種嘅悲痛以及傷痛之中，能夠早日得以康復，能夠早日走出呢一種嘅悲痛之中，深深咁樣吸口氣，再呼，感受一下呢一道嘅療癒之光包圍住佢哋，並且得以淨化。接落嚟，讓我哋嘗試再將呢一道嘅療癒之光繼續蔓延、擴散，去到香港整個嘅角落，讓所有嘅心靈都得以療癒、淨化，並且送上你最大嘅祝福以及愛，讓整個嘅香港都得以被愛所包圍，願所有嘅心靈都得以被淨化，並且送上你最大嘅祝福，並嘗試想象一下，將呢一道嘅療癒之光慢慢擴散
去到整個嘅地球，點亮每一處嘅角落，療癒整個地球所有嘅心靈，讓愛與光包圍住整個嘅地球。願我哋所有嘅人都得以脫離苦海，離開所有嘅傷痛。願愛與祝福包圍住整個嘅地球。謝謝你，我愛你，請原諒我。謝謝你，我愛你，請原諒我。謝謝你，我愛你，請原諒我。深深咁樣吸氣，再呼。想象一下，喺你面前整個嘅地球都得以淨化，願所有嘅心靈都得以被照亮以及療癒。當你完成嘅時候，請你慢慢咁樣返嚟到當下。感謝你今次嘅參與，感謝你為自己作出嘅療癒，亦都感謝你為香港所有嘅遇難者以及家屬送上嘅祝福。希望喺呢一個2025年難忘嘅呢一年入邊，我哋都能夠得以平安度過。我係 Shirley， 感謝你一切嘅參與。咁我哋下次再見。